鄭思如，今日我會同媽咪整一道廣東名菜叫做荔枝蝦球。材料有淮山、紅菜頭、蝦、荔枝、麵粉、鹽、炸粉、糖同埋水。首先我哋將淮山切粒，跟住我哋將淮山放入攪拌機入邊，跟住將蝦肉壓碎，然後放入攪拌機入邊。調味之後，再用攪拌機攪成糊狀。然之後我哋將紅菜頭炸汁溝水用嚟調色，跟住將紅菜頭汁混入麵粉，攪拌成漿，用油炸成果粒。跟住將淮山蝦球點上紅菜頭麵粉果粒，準備油炸。炸嘅時候要小心啲啊！你睇下，炸好啦，係咪好似真嘅荔枝呢？最後將荔枝蝦球掛上荔枝樹上面，咁就大功告成啦！完成啦！廣東名菜荔枝蝦球，希望大家喜歡啦，多謝大家。